有中国配偶做梦前鼓吹武力统一台湾，互咱的政府撤销移情许可，在今仔日饭店进前就要离开台湾。表示警方侦办一个诈骗集团，掠2届拢掠无到，今日逼出讲有警察牵涉在内，故意把这掠嫌犯的行动泄露出去。台船和台东公司在今日正式公开发表，头一只无人船会当运用伫咧离岸风电救灾，也有各项等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一个姓刘的中国配偶，伫咧做梦前，伊伫咧网络顶头讲，要用这武力统一台湾，互咱的内政部撤销移情许可，今日饭店进前就要离开台湾。在去因翁仔某呢，竟然阁开记者会来တင်情，现场也真侪民众去到遐甲因呛声。行政院长杜英泰也阁内政部长刘世芳，因个是搁再强调讲，政府的态度是真坚定，也讲离落时间一个到。移民署就会用这流程的手段执行处理。也那这位中国网前暗头尾也讲，会在移民署指定时间内离开台湾。大家好，我是雅雅。那很感谢今天。随开随到民众呛声，25暗7点59分，离台期限进程，中配4楼的网前再去民间团体伫内政部前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改变裁决。我的主要诉求呢，就是请内政部撤销对我的行政处分。我愿意站出来，邀请大家跟我公开辩论。对，总之我是非常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主张的是和平统一。那我呢，一直在自己的影片中，并没有找到我鼓吹武统的影片。对您的攻击甲我动不了啊！要留给我们家庭这样子破裂。这是一种叫做毁灭。阿的翁婿头一届现身支持，自头到尾拢讲台语，希望内政部暂停对阿的处分，唔通互因的家庭分开。阿讲伊家己是讲武统，并唔是主张武统，佮讲伊3个囡仔去校嘛去同学的质问。2个男孩是11岁，1个女孩是7岁，那他们全部都是在台湾出生，所以呢，这个是不存在你们之前说的所谓的洗人口的这个问题，不实指控，导致我的家庭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很清楚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很冤屈。来，所以刚刚有人。不过来抗议的群众包围记者会。摕海报甲手牌，一直大声咧喊嚷，有几人介乎警察隔离，共款用隔开的网前北京万南路，用风送头想要含对面，嘛拢互警方走来，场面乱糟糟。对着的诉求，内政部的立场真坚定。这个雅雅并不是简单的普通妈妈，这个小孩子留在台湾是获得更好的优待、后代跟福利，还是回去中国大陆？要消灭台湾主权，我们还在讨论个别的生离死别。我觉得这个呢是完全中了所谓的中共的3战。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强调讲，在主权安全优先的状况之下，任何违法一定会用上严厉的方式来处置，无任何妥协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智库最近发布，中共继续对台湾发动秘密政治战行动，对内部要分裂台湾，建议台湾呢就要建立着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也要加强这间谍的刑责，也要强化监督现任也有落任官员的位顶人去到中国。另外，这《华尔街日报》也讲，中共有传误部要封锁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袂使看轻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国军也有应对方案。中共对台渗透威胁愈来愈大，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智库发布报告示警，讲台湾面临中共秘密政治战行动，目的是削弱台湾民心士气，失去抵抗意志，为内部解决台湾。所以建议台湾采取反制手段，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同时嘛爱增加间谍刑罚。我们有17项国家安全的因应措施政府会来努力来维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韧性。
报告嘛提起，台湾应该强化监督，针对现任卸任官员立委等人去中国，要有严格审查制度，包括伫出发前30天要求公开行程，严格禁止关门会议。对这代志，民进党团是讲有提出国安法、陆海空军刑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法，当中嘛包含立委去中国立馆，煞一直去在野的南北用人数优势封杀。在目前连去港澳中管制了公务员，管制了军事将领，但是立法委员可以涉及机密如此深，却连报备都不能报备哈，都不用报备。那这一个呢，在程序委员会被蓝白联手挡了数十次哈。不要一直的在国内国人之中找敌人。美国智库这智库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人民，民意才是我们最高的指标。中共绕台拢无停，国防部25发布查到共机21台，其中20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国北部、西南甲南部空域。国家6只强舰、2只公务船伫台海出现，观察共军绕台行为，形成3面围台。外媒《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已经最后5步封锁台湾，引起关心。国务长郭立雄证实，中共有这种能力，国军有应对的方案。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想，国际社会不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封锁的行动坐视不管，所以中国面对中国这样的可能的威胁，我们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郭立雄讲，唔捌疏忽中共的威胁，若是中共采取封锁行动，严重冲击全球繁荣甲稳定，国际社会无可能放外，国军原来做好备战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防部这几年是继续伫咧评估各种各样这无人载具的发展，中科院造船业者含大学咧拢投入研发。这台船含台东去年初呢执行自主研发军用级无人船的计划，今仔日正式公开发表头一只无人船。这个无人船未来会当用伫咧离岸风电、海上救援等等，也伫咧国防顶头呢会当进行这无人机反制，也个自杀攻击任务等等。透过无线操作无人船溜达完成各种航行动作。台船甲子公司台船动力去年初开始执行自主研发军用级无人船计划，25正式公开头一只混进魔鬼1号。我们的摇头系统是自行研发，不会受制于别人。自行研发可以自行的扩展它的功能。船有8.6米长、3.7米宽，搭配2台掀滑机，最高航速35节以上，佫会当稳重轻声。魔鬼1号会当用伫离岸风电的工程介护、海上救援甲港口巡检等领域。国防方面也当执行近天防空无人机反制甲自杀攻击的任务。为组成构想到建造，拢是学陆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经验。乌克兰呢，他利用他的无人船去攻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他的马克洛夫海军上将号，可以把它破坏掉。船身遗留床位会当加装轻型鱼雷，特别是3动体船型设计，嘛是专门为台海环境定做的。这么小的船一般是不太能够在水面耐这么大的浪即便它都做成水密的状况，所以变成3体船之后，他们可以比较有效的耐浪。国防部这几年持续评估各种无人机载具的发展，相关学界也拢投入研制。若要强化台湾国防甲海上任务的执行能力，嘛展现咱国自主研发的决心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警方去年底侦办一个诈骗集团，这涉任的主嫌掠2届拢掠无到，一直到2月中才掠到5名嫌犯。这也表出讲有警察牵涉在内，故意把这掠嫌犯的行动泄露出去。目前苗栗警方已经把这个警察起诉。警方逮捕诈骗集团成员，甲主嫌等人拢掠到，佮查到毒品等相关证物。下车！下车！趴着！趴着！警方总算掠到4名主嫌等5人，不过这已经是警方第3届行动，前2届好亲像行动计划泄露风声。警方启动内部调查，发现4名的主嫌甲苗栗县警局大湾分驻所一个4个月员警证实，而且4个月员警有甲诈骗集团通报，所以甲4个月员警移送法办。检方最近侦查终结，该依照涉犯刑法渎职罪，也有藏人犯甲消灭证据罪起诉，各建请法院判动刑。查明高姓员警2度泄密给诈团成员，甚至要求诈团成员将车手撤离现场，竟仍违背职责，与诈团勾结，行径恶劣。
为维护警纪与司法公信，建请法院对其犯行量处不得1颗罚金的刑度，且勿宣告缓刑。检方查出信鸽的原件，涉到去年12月，也有今年1月中的行动，让诈骗车手顺利脱逃。警方透过通联记录，发现原件甲诈团成员进前都已经熟识，目前已经改以停职处分。本分局自轻自检，从严查办，并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规定，将高原报请停职处分及查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不周之责任。警方表示，本案是主动自检调查，除了甲信鸽的原件依照人事条例规定处分，还会追究相关主管考核监督不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即摆表出讲，有国小的校长不当管教情形，叫7个学生囡仔罚跪，其中2个唔肯，这校长呢就举扫帚来甲因罚。云林县政府的教育处表示讲，已经有去学校访谈，等下这调查结果出来就会处理啊。云林县有一间国小的学生进前那就因为上体育课时阵唔听老师的话，有7个学生和校长结合校长式罚跪，其中2个学生唔跪，校长就举扫帚甲因讲。被叫去校长室，然后校长就叫我们说等老师进来的时候跪下来，然后有2个没有跪，他们2个被打。这个就是伤到咱的手啦、甲肚子啦，啊，拢有乌青啦。啊，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伤到伊的小腿、甲大腿、甲伊的头啦。有家长讲，这件体罚事件是10几日前发生的。加当天有家长通报云林县府教育处，不过后续阁风声有部分互体罚的学生家长无要追究，其他的家长烦恼学生伫学校会有状况。如果校长请假无回应，云林县府教育处表示等咧调查。这个我们不评论，因为已经正在调查当中。好，学校这边就是依照县府这边的处理方式。好，通报之后，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小组，到校去访谈相关的人员了。那静待调查小组结果出炉之后，我们会送交委员会来做议处。校方表示，目前学生上课拢正常，听候县府教育处调查未过回应。教育处讲，调查小组目前已经介入访谈，也有辅导学生，等调查完成就会公布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依然有一间连锁火锅店进前传出食物中毒案件，疾管署在今仔日也公布采检结果，有采检17个人，其中5个发病个案和5名导致拢检出到诺罗病毒阳性。若是在含环境采检，地方卫生局也搁伫咧进行。另外，国内出现第2例肠仔病毒重症死亡个案，是北部也未满月院啊。医生也经过讲无排除的大流行，也提醒家长就要提高警觉。佮传出有肠病毒的重症死亡个案，是一个伫咧北部出世还未满1个月的查甫翁仔。一开始是因为无啥会当喘气，受带伫个儿童加护病房，后壁佮出现血氧低，才会白血症的症头。大约要1礼拜嘛是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是感染伊科病毒11型。这嘛是今年第2例肠病毒重症死亡个案。这个个案他在住院治疗的期间呢，后来又发生了这个低血氧、低血压，以及有这个肾脏功能衰竭跟这个心脏功能恶化。还有这个凝血功能异常的一些状况。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加起来有3例肠病毒重症个案，其中2例死亡拢是为着伊科病毒11型。台大病院实验室最近研究发现讲，这和台湾有生负人人的体内大多数拢无伊科病毒的抗体有关系，这是严重警示，无排除今年伊科病毒11型的大流行。尤其3个月以下的翁婴都是高危险群。血清学的研究也发现说，孕龄妇女具有伊科病毒的抗体的比例比较低，所以小婴儿特别有这样的风险。另外，宜兰有一间有名的连锁火锅店，之前传出有一对消费者是佮吐佮流、挂急症这状况。疾管署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拢总采检17个人的检体，有10个人验出诺罗病毒阳性，其中5个是发病的人客，5个是中破筛。那目前食物的检体，还有环境的一个检体，还有相关的一个疫情调查呢，还没有相关的一些结果，所以我们会综合判断以后呢，来定调。疾管署指出讲，全国最近4礼拜拢总是接到176件闹巴肚的群组通报，发生场所是以餐饮旅宿业上济，其中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107件，已验出诺罗病毒占9成7上济。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仔早起9:40，花莲的这个近海发生规模5.1个地震，深度大约是25公里。花莲含这南投上界大有到4级。气象署判断讲，这个地震和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是无牵连的。鱼肚仔内底水直抓，鱼仔嘛拍着惊。花莲吉安乡民众厝内的监视器翕到地震发生的时阵的情形。拄好去鯉鱼潭佚佗的游客，伫咧桥顶咧行嘛，雄雄感受到地震，是行一个紧歇伫手环边，在地人更加是第一时间赶紧撞出来。你们是因为地震跑出来的吗？因为这是危楼。拜二早起9:40，花莲县近海发生做是规模5.1的地震，深度差不多25公里，属于加浅层的地震。花莲县国家级的警报直弹，上大的震度伫花莲甲南投是4级。它释放的这个能量大概是相当于0.02颗广岛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规模5的这个地震的那个破裂面它大概就是相当于那个滩区的那个大小的一个破裂面。气象署研判，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卡，因为台湾规模5至6个地震，一年平均差不多45个，也就是一个月差不多会有4个规模5左右的地震。所以气象署认为，这个地震甲4月初3花莲大地震并无关系，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由地震的时间发生的时间跟地震余震的这些分布的统计然后再跟9·11这个来比对来看的话，我们认为04、03这个地震它的余震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今天这个地震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事件。东部地区的地震较济，民众也是要注意。气象署讲，无排除3天内也会有4至4.5的地震会发生。公视新闻花莲报道。讲到台北市今仔日空气品质是来到着这红色警示，主要的污染物就是臭氧。环保局也开始伫咧路边加强掠排污烟的轿车、奥多摆，也去到加油站、印刷厂、客栈，也那这3座焚化厂也拢降载。即阵这臭氧的污染上界高的所在，就是伫咧阳明山，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这几天台北市出日头嘅温度悬，挥发性有机物佮氮氧化物电污染，伫光化反应之下，较会生成臭氧。虽然一早台北市空品佮伫普通的阶段，毋过中昼日大日头直射了后，环境部预报可能会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为此，环保局启动相关应变。VOC 排放量比较大的印刷厂或加油站，我们也去做查核，还有我们也去查核餐饮业、机车跟柴油车的拦查总数，我们要求我们要查的拦查数会比平常总量增为2倍。连台北市3座焚化炉拢降载10%来应用。环境部表示，25号主要吹是南风，北市离风尾，佮加上高温造成，预估26号开始会改善。也跟风速大小有关系，南风不够强的话就吹不掉南风强一点的话，也许就把它吹掉。明天我们现在预估明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臭氧是衍生性的污染物，这届上悬的浓度竟然是发生伫平常时空品上好的阳明山，上悬小时值来到96.5 ppb。环境部指出，将有可能是周边氮氧化物排放少，导致乎臭氧浓度偏高。旁边没有特定的污染源来产生这个氮氧化物，那因此呢，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滴定效应，来让这个臭氧反应减少，所以以至于臭氧浓度偏高。环境部表示，欧洲研究显示，离氮氧化物排放较少的庄脚地区，臭氧浓度会比都会区悬。这个阳明山的高浓度嘛无排除高空实吹西风，甲境外污染带入来。公视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北报道。来看这个特别动静的保育类台湾白海猪，即阵是存无到60只。着保育团体伫1个月10日出海，伫咧大渡溪口计共发现到9只的白海猪，其中2只是海猪仔囝。这也是对2017年以来，搁再观察到这个所在有遐尼大阵的白海猪。规阵的白海猪伫海里游来游去，真足看粉红色的白海猪边仔个对细只的海猪仔囝。
保育团体甲生态纪录片导演简玉群，这个月出海，伫大渡溪口发现9只白海猪，这嘛是人8年搁再看到这么大群的白海猪。2017年之后，在白海豚的目击状况就是愈来愈少。阮的推测就是讲，可能就是离岸风机啊，还是台中港的一些建设啊，互因就是暂时离开迄个所在那呢。上特别就是讲，这阵内底有几啊只较年轻的海猪啊。枪在伫旧历3月出现的台湾白海猪，佮号做马祖鱼，这边发现的白海猪有2只幼体，1只亚成体，代表白海猪族群有继续咧生态。而且翕到影片会当看到白海猪妈妈有咧教囡仔安怎掠鱼的动作。保育团体讲，这是真珍贵的记录。因为阮发现的所在咧边仔拄好有鱼面咧放铃啊，所以遐。就是代表有鱼群，有鱼群的，所以海猪妈妈带囡仔去遐找鱼仔食，教因安怎掠鱼仔，伊的尾会压起来，甲伊下潜落去。囡仔伫边仔，伊是咧踅来踅去的，因有冰刀，佮安尼冰来冰去伫遐耍。保育联盟表示，因去年12月伫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出水口附近有观察到4只白海猪，即届看到9只数量，对因来讲是真大鼓励。接落来，因伫5月会开始进行无人机的海上观察，继续调查台湾白海猪的影子。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安高层官员，拢无伫咧注重这治安问题，伫商业通信软体内面讨论到这空袭也门叛军清零运动的军事计划，甚至这国安顾问霍兹佮甲这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流入来这个军组，这对话全部拢去互看了了啊！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呢，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是一直批评，认为着要进行调查。也拿共和党同款有机关表示反对。美国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贝格伫这篇标题是“川普政府失误，甲战争计划传予我”的文章内底，公布讲早伫美军空袭也门叛军清零运动的前4天，又接到国安顾问沃兹的线顶的邀请。叫伊加入商业加密通讯软体 Signal， 2天了，伊加入总数18个人，合作乌色 PC 小组的群组，成员副总统范斯、共部长黑格瑟斯、国务卿罗比奥、中央情报局长雷克里夫和白宫幕僚长温尼斯。高贝格原本把这个群组当作一个军生笑的群组，想袂到伫美军执行空袭任务的进程2点钟，伊看到国安高层的讨论过程，甲最后的作战目标、武器甲攻击顺序这寡细节。迄当阵，伊也是拢无注问到，一直到空袭也门的新闻出现，伊才知觉到，原来群组咧讲的迄寡超现实内容，拢毋是咧讲耍笑，拢是真的。文章公开了后，媒体找相关的当事人咧查证，国安会发言人休斯证实，这个群组对话的真实性。川普讲，伊对这件代志拢毋知影。迄个事实是踮咧记者面前发生的，连骂高贝格是一个讲白贼、信用歹的记者。Nobody was texting war plans, and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Thank you.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Atlantic. To me, it's a magazine that's going out of business. I think. 众议议长蒋胜讲，泄露作战计划是一个失误。也毋过讲，对话显示官员拢真认真，做了真好。因为民主党议员讲，这是一项国安危机，要做调查。If our nation's military secrets are being peddled around over unsecured text chains, we need to know that at once. And we need to put a stop to it immediately. 依照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美国间谍法规定，讲资讯的处理有真严格的法律规定。根据其中一寡条款，就算是真严重的疏失，不过甲这寡资讯按适当的保管地点转移，就构成犯罪。前国务卿希拉蕊透过家己设置的私人电邮 server 和幕僚交流机密资讯，就捌伫2015年甲2016年互司法部调查。不过最后 FBI 是建议莫起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电影人做伙合作的这个影片《你的国我的家》，摕到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只是说传出讲，这部片巴勒斯坦导演巴拉尼伫咧约旦河西岸互人攻击，而且佫去互以色列军队掠走。公民组织表示讲，这规个过程因拢有看到。目前这巴拉尼和其他2名巴勒斯坦人是下落不明。
画面上，互以色列军人逮捕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纪录片《你的国我的家》导演巴拉尔，听巴勒斯坦国民组织犹太非暴力中心，而是伫约旦河西岸南部村庄苏西亚有看到几个事件。美联社报道，差不多有10外个伏面的以色列自首居民摕石头甲棍仔攻击巴拉尔甲因兜，嘛影响伫现场的公民组织。自首居民向因的车弹石头，造成挡风玻璃碎去，煞来阁听到车身互人弹物件的声音。Can't go. This is a military. 甲巴拉尔做伙翕纪录片的以色列记者亚伯拉罕，伫社群打出公民团体的车扣人弹石头的画面，佮形容攻击的伏面自首民众，这个团体就若亲像三脚党。巴拉尔甲以色列影人合作所翕的纪录片《你的国我的家》，得到柏林影展甲奥斯卡等奖项，是咧讲马萨菲尔亚塔巴勒斯坦人的主题，去予以色列军人强强拆除，佮改建做射击区。即摆冲突的事件真实上演。导演之一的安佐亚伊是讲，这个代志是伫24暗时发生的，定定来村庄起事的自首居民汹汹走入来。随行也有军方对天顶开枪，巴拉尔去互人拍，后来连其他2个巴勒斯坦人嘛去互人铐起来押走，其他有看到的人嘛证实规个过程。以色列伫1967年第3届中东战争去摕到约旦河西岸甲东耶路撒冷，各伫当地设立100外个自首区，居民的人数超过50万人。目前以色列军方敢若表示，也搁伫确认相关的消息，但是巴拉尔目前也下落不明。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花莲有民众指控讲，伊去联署罢免立委布昆仪了后，只为护政官员来引导插队身份引起争议，检方在今去敲花莲县政府，甲这民政处长等11个人带回去问话。县政府是强调讲，一切是依法行政，因若呼吁中选会就要明确指导插队的范围。调查人员分几若组来到花莲县政府。约谈的一个主角就是民政处长民良金。壮是被带回去配合调查吗？是。有说针对什么样的案件吗？记者甲问拢无回应。不过2号这摆行动按县政府到户政事务所，拢总搜查4个地点，检调嘛带回在野的人来讯问。这个案件就是今年2月罢免立委布昆萁的提议书，第1届完成送件了，有连署人控诉讲，当地的户政官员亲身来拜访，要核对身份资料，引起争议。依法行政进行相关查核，建议中央选委会能够开设专门的讲习与教育训练，明确指导受托机关查对范围，以提升作业标准与一致性。其实蛮多疑点跟一些状况需要做厘清啦，是不是有恶意查水表？我们相信今天检调搜索调查之后我相信很快会给花莲公民一个交代。户政的查访行为，敢有定时指示连署书甲连署人的故事，敢有漏涉？这拢是检方这届要调查的重点。上一次是收您的官邸旁边，这一次收到县府，一切依法行政啊。会不会觉得他们在想要助攻大罢免这一波？这样，剧本不是他们都写好了吗？布昆萁对专案是简单回应，颠倒是花莲县政府讲，头一届执行查对作业，呼吁中选会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我们会配合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办的行动。需要我们这边配合，我们全力配合。所以亲自查访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不方便再做评论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讲，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伊不便搁再说明。即马检方嘛将这个案件以涉犯选罢法、告知法这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拢正咧进行大罢免，伫咧高雄呢，这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和5个团体，今仔日去到警察局报案，讲反对罢免的民众甲因批评叫，甚至甲因呛声讲要对因开枪。柯志杰是呼吁警方赶紧来查，也强调这罢免是民众权利，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反对罢免的民众放调要开枪，搁一直骂联署的负责人。伫高雄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5个联署的民间团体，2号透早来到凤山分局，表示联署期间，互依序力赢支持者的民众骂，甚至威胁恐吓、以及妨害罢免等等的4项
罪行的告诉。我们对一个人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能提出这些告诉，可见我们在高雄这个地方要罢免绿委所面临到的一个艰难。罢团透早将各诉状甲证据影片提供给警方，希望阻止不当干扰罢免人士的行为。全国哪粒立委大罢免活动继续进行当中，但嘛出现真侪状况。除了有无死者名假人士，嘛陆续传出几件刁难还是恐吓的事件。许姓民众报案指称，疑遭到不明人士恐吓、公然侮辱及违反选举罢免法等行为。本案获报后依规定受理。那个是不是真的我不清楚。如果是真的，当然有人有这样子的个别行为，我们也不允许，也希望警察要赶快确实查明真相。作为防罢免人士的立委，甲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之一的柯志杰，强调提出罢免是民众的权利，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因为柯志杰甲黄捷罢免案第一阶段人事已经送件，罢团表示估计上紧4月7日了后会展开2阶人事。公视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4月初有1名连假，不过这花莲的订房率偏去年是减3-4成。观光业者是认为讲这连假所花公路是真塌，加上今年呢已经无这大房的补助，直接影响到观光客去到花莲的意愿。伫饭店大厅内面的柜台人员，并无接到伤济清明连续假期要订房间的电话。即马大小的旅客大多数拢是出差，也是闪连续假期搭车先回来陪忙的。回来塞车啊，人潮会比较多，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一些动力。如果是搭火车，票好订吗？如果是票好订的话，当然会想要回来。3月本地就是旅游的小月，但是业者加减拢会期待讲清明连续假期订房率会当回升，但是今年和去年同期比，订房率却是降3成到4成，市区饭店的大小率是3成到5成左右。清明连假呢，传统就不是会出游的假期，更多乡亲还是以扫墓为主。那当然，对于这个回来的车票难订，或者是这个公路是否会塞车，也影响到旅客选择意愿。再去看其他大俗兼游乐型的度假村，也是民宿，无游客已经是常态。大概3月的大俗率差不多伫2成。业者认为讲和地动了后，大俗的补助结束是有关系。去年这个自由行的补助以及团体的部分，其实对花莲只是让业者减少损失的部分而已，那并没有办法让业者的一个商机能够来做回复。观光协会强调讲，加上个人认为讲，这国旅的消费实在伤悬，甘愿出国嘛无愿意去花莲来消费。因澄清讲，唔是所有的房价拢遮尔悬，嘛呼吁相关单位会当增开包机，加增加国外的旅客，才会当提悬小月的业绩。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年9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举办第1届的世界香蕉博览会伫台湾的活动，为了要行销台湾的生态观光，这交通部观光署有找团队翕香蕉的行销影片，也伫咧2025年日本国际观光电影节摕到金奖。台湾野鸟协会就表示，这观光署若准备推动这生态旅游、交通建设，应该做好更较济比各地观光资源，才会当串联起来。Species like the Taiwan barbet, known for its striking colours and burbling hoots, and the elusive Mikado pheasant, celebrated on Taiwan's $1,000 NT banknote. 影片对台湾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翕到高美湿地，呈现台湾要32种特有种的鸟类。这是交通部观光署和三山国家风景区等单位制作的国际行销影片《Birding in Taiwan》。在第7届日本国际观光电影节的纪录片类别摕到金奖。观光署希望向全世界介绍台湾中部丰富的鸟类甲森林资源，嘛展现台湾生态旅游的特殊性。因为观光署伫各界各国有足侪迄个办事处本来会迄个送去互因去做宣传，这个着奖嘛为着算讲，咱今年要办第1届世界当鸟博览会伫台湾，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个声量跟亮点。台湾本土当有数百种鸟啊，但你无共规则，台湾也是济渡鸟潜沙旅程中途休困的所在。这届协助摄影团队提供鸟类资讯和建议的台湾野鸟协会表示，因认为观光署若准备推广生态旅游，除了爱加强游客教育宣导，避免民众摕物件甲动物黑白痴，破坏动物家己找食的本能。另外，伫咧交通嘛应当建设好交通。交通的部分资讯爱发达，你好赏鸟的行程，和咱的文化。就带咱安平古堡、郑成功、赤坎楼，你
跟连接起来对。其实因为生态之旅，是跟它画交啊俩。文化的一种之旅也是属于生态之旅的一种。今年咱国争取到第1届的世界香蕉博览会，要办伫咧台湾中部的三山国家风景区。观光署表示，打算有25个国际香蕉含保育组织来参与，有规划生态旅游论坛来讨论观光含保育的议题来交换资讯，嘛希望提升台湾生态旅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记者刘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行挂牌是以现代当代美术史的综合性博物馆，这年代设定伫咧1895年到1960年的台湾美术作品为主，亲像陈定波、黄土水等创作，未来拢会当看到。文化部甲各界来宾甲红幕扣开，向台南市美术馆二馆成做国家级美术馆筹备处，这来回应学术界甲侪艺术先辈多年来望，佮甲是一间专辑保存展示台湾艺术史的国家级展馆。本届文化部要设点台中，不过因为地方甲民代反对，台南市政府主动出声，免费提供场地。文化部讲这是台湾近现代美术馆元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大概这个年代是一个最纯粹的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开始的一个创作，到国民政府来之后，也带了一批艺术家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台湾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一段最纯粹的创作的空间，最后两边的艺术家相遇。台南国家美术馆未来以1895年到1960年代台湾近现代美术馆来做展览主题，筹备处拍头阵杀头一个展览，福摩萨时代台湾近现代美术的知识启蒙，有8大主题，拢总158个艺术家900件作品，包括丁丁坡、南海葡萄山、黄土水、甘露水等位作品，其中有1/3是头摆对外公开。我从巴黎回来的时候，的初期的作品，我想把那个传统雕塑跟现代雕塑做一个结合。我们近现代的美术品里面，还是有透过文字的这种认定，有国宝，有重要古物那我们希望它的一种凝聚来带动我们这个新的第2座的这个国家美术馆的一种高度跟能量。文化部讲，这项设馆的计划是延续2018年所启动的中建台湾艺术史的政策。台南国家美术馆按算伫咧2年内会完成筹备，新成立的南国美，除了会使减轻现有国美馆伫展总甲展览的负担，后续伊嘛甲台南市美术馆合作，提升台湾美术保存的能量甲展示的品质，嘛展现台南正做文化高度的实力。记者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左营的高步社区是由13栋大楼组成的，这外观看起来，互叫做是小香港。这社区到达40年啊，居民也讲，这几年这外墙的态度会落来。虽然社区有新的改善，不过经费有限，就算政府有补助，家己也是爱出一部分的钱。因目前的财务状况实在是不度负担。民众徛伫建筑物头前摆出各种姿势翕相。左营高步社区因为圆条形的大楼外观真新香港的建筑，已经成做真情的拍卡翕相景点。不过这13栋大楼都已经40年啊，居民讲这几年常常有态度落落来。虽然社区有心想要整理，不过欠缺经费，只会当用上简单的做法，吐掉做风水尔。真无美观，有观光客感觉真可惜。因为伊遮游客算济，所以游客嘛是来看伊即个景观，看伊即个社区的风景，所以可能游客嘛会当跟募资啦，然后出一寡钱，然后来帮忙维持即个社区的风景甲安全。社区管委会指出，高步社区的管理费自民国85年来，拢维持每一户逐个月才200块，维护电梯都无够。注意区文长讲，虽然市府有提供外墙翻新的补助，供因参考，不过因为社区必须要负担一部分，以因目前的财务状况，实在无法度负担。这个社区的住户都是老公公啊，都是70、80岁的，你们要帮我们改善我们社区的环境，我很欢迎。但是在经费上，麻烦你们市政府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对，那今年针对公寓大厦外墙适材修缮、调整延长补助期限、放宽申请资格以及调高补助金额。那补助金额提高至30万元整，受理到今年12月5号。想要解决外墙太路老旧，社区管委会希望政府斗3天。都发局表示，有提供多次更新整建维护的补助计划给社区参考。另外，工务局今年度嘛有相关的补助，只要社区提出申请，市府相关局处拢会全力来协助。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
来看新竹的姜拿，伫50年代当地庄仔药正兴，不过这庄仔药是放久了后就会拍远，这后代子孙呢，就把这拍远真侪年的庄仔药变做是文化园区，搁再找这专业的老师利用这本地无要爱的这个乌多拜烟筒讲，为这园区打造着装置艺术。然后呢，就有那个育婴袋哦。透过庄仔厂后代子孙的导览。民众更加认捌大泉埔过去的历史发展。3年前，文化团体伫新竹县姜拿乡无意中找到过去烧庄仔四角形烟筒的庄仔窑，不过过去因为拍远侪年的关系，草仔是发甲规死价。后来经过重新规划整理，即马已经是文化园区。未来按照以环境保育生态的观念，来个只改造成符合 SDGs 永续发展园区。今年呢，有一个废弃的这个仓库呢，我们把它呢重新整治出来，好，这样呢就可以多功能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很多对于水资源的再利用。未来结合很多的团体哈，像是学校啦，他们都会带小朋友来户外教学。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场域，又增加了一个环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在这里。最近园区搁找艺术家利用派去乌多拜烟筒讲，打造出白灵丝造型的装置艺术，唔拿废弃物再利用，也将园区装大家真特别。而且找出它身体，这原本是尾巴的地方，我把这个切掉，这边这个部分变上面，然后呢脚变成站在这边，不要的东西把它当成宝，可是做成一个加减减的，组装成一个白鹭鸶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教育下一代这样子。透过后代子孙的努力，甲社区民众共同参与，如今才已经变成美丽艺术园区。除了开放给民众免费参观，也甲姜拿乡大泉埔过去的庄仔窑发展历史记录落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为一种正细长的兰花，叫做青明草，伊是台湾的原生物种，会当做草药啊来使用，定定防头版，即嘛是真罕见啊。顶日啊，伫咧台南的巴克利公园有发现到，目前伫新北的永和国小也发现到规大片的青明草。学校老师带学生囡仔同齐来投入保育青明草的工作，建立珍惜食物的观念。一群学生围伫草坡仔边观察寿草是毋是开花啊？寿草是台湾原生兰花一种，养未开花的时，甲一般的草仔生了真相像。目前也红热做国际珍贵罕有的食物。最近伫新北市永和国小发现学校内底有介济寿草，老师也决定带学生投入保育的工作，建立珍惜食物的观念。孩子透过实作，他的印象会更深刻。我觉得不用多说什么，你带着他做，让他喜欢这个植物，他以后自然就会爱护这个植物。学生若唱《兰花草》这首歌，若可做伙做保护寿草的告示牌，同齐为保育寿草尽一份心。也认真介绍讲，寿草是一种真细的兰花，要保护伊袂当乌白大校园的草坡啊。就是会在那个草皮旁边，就跟那些在采草皮的人就说不能采草皮。寿草因为当年会伫清明节前后开花，所以又搁号做清明草。因为清明草定定风头扣起做草药，无就是民众唔知影，到伫除草的时无细腻除掉。台湾原生食物保育协会呼吁民众同齐重视这款珍贵的清明草，除草的时也要更加注意。劈开，离咧差不多2-3个月时候，即前2个月呢，莫去除草，就是讲莫除啊伤过深，然后莫除伤过清气。另外一点就是我拄仔讲的。盗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永和国小老师表示，目前学校伫3月到5月会暂停除草，学生下课也会去观察清明草的生长。除了斗相共宣传保护清明草的观念，也会斗压水种新的清明草。希望囡仔透过实际参与，甲保育食物的观念传落去。记者张家嘅谢桂玲新北报道。新北的土地即马是贵松松，已经无所在通好种物件。这新北邦桥的三滨社区发展协会利用这社区活动中心的储备顶搭铁架啊，伫遐种菜、种水果。伫这学时段呢，会当伫咧都市内面，大家会当做伙来遮种菜，联络感情。大白菜，
大白菜哦。看哦，你看，我拢无农药。出来甲菜烤起来，三民社区的老大人无用来整理菜园。这个菜园唔是私人的，是三民社区发展协会的。因伫新北市邦桥民生公园活动中心楼尾顶，利用这50几平的空间，种各种菜色水果。这个大南瓜、小冬瓜，甲花圃大粒的。所以连工就伊就吊规个，因为咱遮所种的物件，拢是没有农药，糖食了、酒食了，才着稳食。三民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这个菜园是为2023年12月开始规划的。在区公所的支持之下，因伫活动中心的楼尾顶搭白铁架，种各种菜色水果，甚至还有牛蒡啊、通种白丁类的卜啊、刺龟啊等等。因希望伫寸土寸金的大都市，也通有社区老大人通放松、怀念农业社会的空间。以早是农业社会，咱以早拢以早人拢是拢种菜，因都一直甲阮讲，甲阮讲，咱以早拢外口种菜，咱会当，咱要食什么菜，咱家己种。所以这迄个咱的长辈拢家己认养一区。一区。另外，三民社区发展协会拜1到拜6的中昼，拢会举办老人共餐。这寡为楼尾顶的菜园收成的菜色水果，就会写做共餐的食材。为菜园到饭桌，才会菜色现办现煮，鲜搁健康。也若这个菜园开到大，已经有70多个社区士大斗阵参与种菜，毋但联络厝边隔壁的感情，也伫都市内底实现社区营造的理念。记者郭郑春由新北报道。这几年，伫咧法国巴黎卖台湾菜店家是愈来愈多，有台湾人伫咧巴黎开餐厅卖便当，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改变口味，就是要证明台湾食食文化价值，要用这文化外交甲台湾行销出去。有空吧、红烧牛肉，也有培玲啊和豆干。店头家甲法国的人客详细介绍台湾口味的便当定有的菜色。伫咧法国一般来讲，都讲有2点钟的向导时间，一人拢会出来买食的顺续拍日头。法国的人客表示，珍贵的休困时间像便当安尼，逐项菜拢通拣家己上喜意的，这是真享受的代志。Pour moi, le plat préféré, c'est le poulet basilic. Ouais. Accompagnement, du coup, épinards et champignons. En France, on aime bien choisir. Enfin, il y a beaucoup de restaurants maintenant où on fait soi-même son pla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plusieurs choix comme ça. Donc, ouais, c'est très bien. 伫咧巴黎卖便当开台湾菜餐厅店头家来自中华乐港，伊讲家己英国伫巴黎读册的时，伫学校捌以bản岛文化筹备台湾酒，将把人份的料理一下扫了了，互伊有勇气伫咧巴黎开店。店头家讲，毋那是因为思念故乡才做台湾菜，伊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改变台湾口味，就是要证明台湾的食食文化的价值和特殊性。我做这间餐厅有足大一部分，就是讲我想要证明互大家看。其实台湾的料理伫巴黎，嘛，咱啥物拢免改变的状况底下，咱就是用我记忆中妈妈煮互我食的物件，阿嬷煮互我食的物件，咱就是用这种物件来会当感动巴黎人。王慧谦讲，伊特别毋伫咧亚洲餐厅区开店，用倔强的韧性坚持落来。高达8年来，人客有90成拢是法国人。伊认为伫外国开店，要有这款开拓的和阳更性，打出舒适的口啊，用文化外交甲台湾这个看板，互愈侪人知影。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国际的大都市有非常多元的食食文化，但不是伫街仔路拢通看到亚洲的餐厅，也是各国的美食。王慧谦讲，伊人伫咧国外待这么多年，伊认为咱爱对家己的文化有信心。伊认为讲，愈在地是愈国际，台湾只要维持咱的文化，安尼就是拍开世界进捌台湾的通路。以上是记者卢尚如和林晓凯伫咧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有一本台语绘本是咧讲宜兰大溪古社区这生活当中趣味的代志。今仔作家呢就带这各校的学生实际行入去故事内面的情景，体验早期大溪古社区的生活日常，介绍在地文化甲生态。听海燕唱歌，真欢喜。一群学生对咧念台语绘本名称伫倒位的故事，哪行哪熟悉四科维亚自然环境。绘本故事原创者陈阿月拜二带宜兰苏澳马赛国小的学生行入绘本内底的情景，了解大溪古社区的文化甲生态，学生感觉真趣味。
零头叶，做什么？做战斗机、叶底，然后风车。这个零头叶真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很好玩。马赛国小台语老师也表示，这是头一届甲台语课抽到外口上，透过活泼的镜头活动，互囡仔实际接触到原本伫课本内底的图片甲知识，安尼对人物地方文化、语言学习拢真有帮助。你用讲的，伊真歹，伊毋捌看过物件，伊无法度去想讲伊是啥货啊。啊，像咱啊用安尼，因为即摆囡仔的生活，你就知影甲以前无共款，所以你甲伊讲遐，伊可能听无。但是实际上你有带来看过，伊就知影，啊，伊就通学着。对于小朋友来讲，实际你看绘本，但是你乃当个亲身行到迄个所在，迄个感受是更加深刻，迄个感受是足有感动的啊，所以。有实际来遮，啊，佮连伊要佮做迄个零头叶童玩，我想这是伫学校的教育内底吼，较无好安排。故事原创者陈阿我表示，透过镜头活动，互绘本搁再一摆画起来。绘本故事拢是以过去的生活记忆，已经利用绘本实际行大地方，带囡仔理解地方上的万项代志，培养体会地方生活的心，了解地方风情，也是语言教育真重要的一步。记者张家嘅谢桂玲依然报道。讲到这东京樱花季拜已正式开始啊！日本气象厅根据着全国新社的吉野樱已经开出5类以上的樱花，来认定讲这东京正式来到这樱花季，而且是比去年提早5天。伫刚刚呢，也宣布着这中期、中期含鹿儿岛这樱花也拢开始咧开啊。伫全国新社的这张染色吉野樱，树仔顶的花苞已经有几类盛开啊！日本气象厅的官员嘛随宣布好消息。こちらの標本木ですね。ただいま観測しまして、6人、認められました。ですので東京の方、標準木の開花となります。平年と同じ日に咲きまして、昨年より5日早い観測となります。听到东京正式入来到樱花季，现场的民众较紧把手机摕起来，要来翕这代表春天来的美丽的画面。なんかちょうど今日こっちに来る用事があったので、ちょうど今日が開花宣言の予報が出てたんで、ちょうどタイミングがあっ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ます。And I was happy to see the trees. It's beautiful, really beautiful. I love Tokyo. 伫同一天宣布樱花季开始的，佫有中期、中期和鹿儿岛。事实上，早到伫一礼拜前，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已经提早开，互来访的游客是看一个痛假，较紧来翕相打卡做纪念。日本气象专家分析，因为连续几天气温回暖，会当帮助樱花花苞成长，互开花进度变较紧。通常花期会当持续2礼拜左右，按算到4月中旬，东北部嘛要开始来迎接开花期。4月后半个月，樱花季就要到北海道。日本这么水的樱花季，当年拢成一大堆外国游客特别来日本看。连到西亚人嘛，抓准签证免钱、手续简单的机会较紧来。根据统计，敢若去年3月就有308万外国游客到访日本，比前一年是成长要7成。今年暗算嘛有一大堆游客来看樱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8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还佫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